Hello， 大家好，我係 Kiki。嗱，今集咧係同大家咧嚟到坦洲呢度咧最大嘅商業體啊！嗱，喺呢度咧就係優越城啦，足足咧係超10萬平方嘅一個大型商業體嚟㗎嚇。喺呢度咧吃喝玩樂購一條龍，全部一站式喺呢度都可以滿足得晒你嘅。最緊要咧，今日帶大家過嚟咧就唔係話睇商業嘅，係想同大家講咧，距離呢度2分鐘路程咧就有一個超級旺盛嘅人氣大城，就係中澳春城啦。嗱，如果有了解過嘅朋友仔啊，都知道咧，佢之前嘅價錢咧係賣到去15600㗎，呢個係一個均價嚟嘅。但係目前咧最低至10800蚊一個咁樣嘅單價，你就可以攞低一套3房單位啦。你話正唔正咧？而且咧最細嘅面積啊，依家咧仲更加係100萬咧就可以攞低成套單位啦。嗱，我之前講緊啦，都要140-5萬嘅喎，但係依家咧足足一直降幾十萬喎。你話呢個驚喜價係咪真係超驚喜咧？所以你一定要帶大家咧嚟睇下咧，目前賣緊嘅一啲單位究竟啱唔啱你心水？走！重磅福利來襲，揾我哋成功買樓即送價值68888嘅28件套全屋家私大禮包，再附贈驗收樓服務。立即報名睇樓團，實地考察你嘅心水樓盤，當日往返2日1夜 ，VIP 私人定製專屬行程，3條路線任你揀，全港專車包接送。立即撥打屏幕上方嘅電話聯繫我哋啦！嗱，除咗有住超龐大嘅一個商業體啦，可以供給你吃喝玩樂之外，當然咧交通方面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啊嚇。所以喺翻中澳春城呢度咧，佢亦都係非常之貼心咁樣咧，喺呢度打造咗一個業主巴士，就係呢個咧。粵港巴士咧可以俾到呢度嘅業主咧，直接翻到去香港、太子、荃灣等等嘅一啲地方嘅。咁啊，除咗可以去到香港之外咧，澳門咧都非常之方便喎。因為喺翻呢度咧，佢就有一個奇關巴士啊。你喺呢度咧係可以直接咧去到拱北口岸嘅，一步之隔咧，你就可以直接咧過翻去澳門啦。嗱，除此之外啦，喺翻呢度你亦都有住相當多嘅一啲巴士啦，係可以直接翻到珠海嘅市區嘅，好似香洲、南屏、前山、吉大、拱北等等呢啲地方咧。全部都可以去得到㗎嚇，所以咧喺呢度咧係真正做到，無論係交通定係呢個配套，亦都係非常之貼心咁樣為呢度所居住嘅業主咧提供得到更加好嘅居住服務俾到你。嗱，大家嚟睇下呢個咧就係80平方嘅，咁係做咗2房嘅。但係咧，我夠膽講啦，喺市面上你哋見得到咧最大最闊嘅一個2房單位啊嚇！你睇下入到嚟，淨係呢個整體嘅餐客廳成個闊度啊，就已經俾到你一個空間咁超強嘅感覺啊！再加埋咧，呢度本身咧就可以打造為一個玻璃房嘅露台啊！喺呢度咧，你完全可以作為一間房啊！但係你估唔到呢度竟然係做咗贈送面積㗎嚇！再加埋咧落地玻璃嘅一個打造啦，你可以全符合到咧整體嘅呢一個園林物綠化啦，嗱，再加埋呢邊嘅話咧，佢係做咗一個咧開放式嘅廚房啦，以及呢個洗手間同埋客房嘅位置嘅，大家亦都可以睇下啦，佢整體嘅空間咧，佢啱唔啱你哋心水啊嚇！咁當然啦，喺翻目前中澳春城呢度嘅話咧，佢最新嘅加推去翻6期嗰度咧，亦都會有更加多嘅一啲戶型可以選擇㗎，好似77平方啦，仲有呢一個我哋完全未見過嘅大橫廳94平方，咁啊仲有大3房97，仲有一個咧89平方等等嘅一啲戶型咧，可以供給你選擇㗎嚇。除此之外啊，依家喺翻中澳春城呢邊嘅話咧，佢所有嘅補貼亦都係非常之多㗎。咁啊，好似一啲月租補貼、月供補貼、身家助力補貼、兩地車牌補貼，仲有契稅補貼。我真係細都估唔到啊！你可以喺一個樓盤入邊咧揾到一個總補貼係可以去得到咧超過23萬㗎。所以點解你喺呢度嘅話咧，你可以以最低嘅總價100萬就可以喺度買低一套單位咧。嗱，之前嘅話講緊最低嘅，你都要134萬嘅嚇，依家咧直接降咗幾十萬喎。你話係咪非常之驚喜先？咁啊，除咗呢個2房單位之外咧，仲有個3房單位都係非常之靚仔嘅，帶你哋過去睇埋。再講翻嚟呢邊嘅話咧，佢就係一個3房單位嚟嘅。一入門口嘅位置啦，你就會留意到一個非常之開闊嘅餐廳同埋呢個廚房嘅位置嘅。喺翻示範單位呢度嘅話咧，廚房係做咗一個開放式㗎啦。咁到時交樓嘅話咧，你亦都會獲得一個獨立式嘅廚房嘅。咁當然，如果你有需要嘅話，都可以打造成為呢種微觀嘅開放式嘅廚房㗎。咁我哋會留意到啦，成個廚房嘅進深咧係非常之闊㗎嚇。咁係因為啦，佢係利用咗呢個贈送嘅生活露台嘅位置咧，打通埋佢嘅。咁當然啦，如
果你保留翻呢個原有嘅生活露台嘅話咧，咁你一啲生活雜物咧就有地方可以安置得到啦。嗱，咁過翻嚟呢度咧就係一個非常之開闊嘅客廳嘅位置啊。而其實呢，依家市面上比較少嘅3房咧係可以做得到咧整體嘅一個餐客廳咧，成個空間感係可以有咁強烈㗎嚇。而且咧佢仲利用埋呢一個露台咧打通埋佢啊，咁啊成個客廳嘅話咧睇起身就會更加之大啦。不過主要原因咧都係因為呢一個主露台咧佢有足夠嘅一個闊度啊，呢度咧簡直係可以作為一個玻璃房都完全冇問題嘅。再加埋咧呢度打造咗一個落地玻璃嘅形式啊，喺呢度望翻出去咧就係一個一望無際嘅視野同埋呢一個河景添喎。OK 嗱，過翻嚟呢邊咧就有3間房嘅位置嘅，咁而且每一間房嘅話咧，無論係採光各方面咧，亦都係非常之唔錯㗎嚇。嗱，喺度同大家講下咧，依家咧你喺中澳春城呢邊購買嘅情況下咧，你係會得到非常之多嘅補貼嘅。咁啊，好似一個契稅補貼、月供補貼，同埋一個身家助力補貼啦，仲有兩地車牌嘅一個補貼啊，所有嘅補貼加埋嚟 total 係超過23萬嘅，你話係咪超驚喜咧？嗱，過翻嚟呢邊嘅話咧，佢係第2間房嚟嘅，咁啊，但係咧示範單位呢邊咧就會將呢度咧打造成為主人套房嘅一個衣帽間嘅，咁所以咧成個主人級嘅享受咧就會更加之突顯出嚟啦。再加埋呢一個主人房啦，佢係利用咗呢種咧270度嘅一個轉角飄窗啦，咁啊可以好明顯咁樣感受得到咧成個採光同埋呢一個視野咧亦都會更加之舒適㗎嚇。咁啊啱先同大家講到啦 ，total 嘅一個補貼加起身咧係足足超23萬幾㗎，咁所以咧依家目前啊最低嘅單價啦都係10800嘅一個單價就可以攞低一套3房單位啦。你話係咪非常之驚喜嘅價錢咧？嗱，你要知道啊嚇，春城過往呢度咧最高嘅價錢咧係去到15600㗎嚇，但係目前可以話係直插5000幾6000蚊啊，所以你話呢個價錢仲唔係你目前最適合嘅上車時間？好啦，嗱，今集咧介紹到嚟呢度啦，咁啊當然喺翻春城呢度嘅話咧，仲有啲新加推嘅戶型嘅，咁啊例如77啦，同埋呢一個81，仲有97等等嘅一啲戶型啊，仲有咧過往你未見過嘅橫廳域都仲有喎。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嘅，歡迎撥打翻屏幕上方嘅電話攞翻更加多嘅資訊。當然最建議咧都係過嚟實地呢邊親身去考察一下。OK， 我係 Kiki，我哋下期再見，拜拜。